人生總係充滿變化，曾經身居高位，可能瞬間跌至谷底；而一度默默無聞之人，亦都可能一朝登上高處。因此，無論身處何種境遇，我哋都唔應該輕言放棄，而要以勇敢嘅心直面未來。唐代鑑真和尚為咗將佛法傳至日本，經歷10幾年艱辛，5次東渡皆告失敗。佢屢遭風浪至船沉荒島，飢寒交迫，幾度瀕危，最終甚至雙目失明。佢仍然踏上第6次嘅航程，今次佢終於成功抵達，讓佛法喺日本生根發芽。鑑真和尚何以擁有如此勇氣呢？咁就要追溯到佢幼年嘅一段經歷。嗰陣時佢仲係一個小沙彌，每日需要出外化緣，十分辛苦。一個雨夜過後，路上泥濘難行，佢就冇出門口。師父知道之後就問佢啦：今日你做乜唔去化緣啊？佢就答：我做咗1年苦行僧，實在好辛苦啦。今日成條路都係泥濘，我唔想去啦。跟住師父就微微一笑，同佢講：咁你同我出去行下。寺院前面嘅小路泥濘不堪，師父就問啦：你係想當一日和尚敲一下鐘，還是願意成為光大佛門嘅高僧啊？小鑑真就話啦：我願意成為高僧噶。師父就繼續問佢啦：你尋日喺呢條路度行，有冇留低腳印啊？尋日條路咁平咁坦，點會留低腳印啊？咁今日呢？今日當然可以啦。師父慢慢再講：唯有泥濘嘅道路，先至可以留下足跡。人都係一樣，唯有敢於喺困境中前行，先至可以喺人生路上印下深刻嘅腳印。確實如此，有啲人一生平順，卻從未深入思考生命嘅意義。晚年回首，記憶裏一片空白；而有啲人經歷重重磨難，喺每一次嘅逆境中反省自我，錘煉心性，最終讓人生得到咗升華。人呢一輩子本來就係起伏不定，有時快樂，有時痛苦，時而自由，時而受限，而呢啲正正就係生命嘅常態。朱時健曾經係紅塔集團嘅董事長，被譽為煙草大王。喺20世紀90年代名噪一時，佢一手打造多個著名香煙品牌，10幾年間累計上繳利稅近1000億元。1999年，71歲嘅佢因為經濟犯罪被判無期徒刑。後嚟佢喺獄中患重病，獲准保外就醫。出獄後，意志無連嘅佢選擇承包荒山，從頭創業，最終培育出聞名全國嘅朱橙。80幾歲時再度成為億萬富翁。朱時健嘅人生起伏令人感慨，生命從來唔係一條直線，遭遇坎坷嘅時候，係選擇做脆弱嘅人逃避現實，還是成為堅韌嘅人勇敢面對？有啲人雖然選擇後者，但係一失敗就徹底放棄，甚至屢屢重複錯誤，不願意傾聽任何勸告。失敗並不可怕，可怕嘅係失敗之後失去咗重新開始嘅勇氣。再講一個發生喺美國嘅故事。華盛頓有一位名叫喬治嘅保險推銷員。有一次佢去花店為女友買花，結識咗花店嘅老闆本，兩個人交集唔深。喬治淨係喺嗰度買過2次花。後嚟喬治因為一次理賠糾紛被誣告詐騙，最終入獄10年。消息傳嚟之後，女友離開咗佢。喬治喺獄中痛苦不堪，幾近崩潰。呢個時候卻有人前來探望。佢喺華盛頓並無親人，苦思不得其解。嚟到會見室，佢驚訝咁見到花店老闆本帶嚟咗一束鮮花，嗰束鮮花就好似一束微光，讓喬治喺絕望中見到一絲生機。此後佢喺獄中發奮閱讀，潛心鑽研電子科學。因為表現良好，喬治喺服刑嘅第6年獲得提前釋放。佢最先喺一間電腦公司工作，不久創立咗自己嘅微軟公司。2年後，佢就成為咗身價過億嘅企業家。成為富豪嘅喬治前去尋找阿本。呢個時候嘅阿本因為破產搬咗返鄉下，一家人生計艱難。喬治將阿本接返嚟城市。
為佢購置住房，同埋喺公司安排咗一個職位。喬治對本話：你當年嗰束花，讓我感受到人間嘅溫暖，亦都俾我戰勝厄運嘅勇氣。無論我為你做咩，都不足以回報你給予我嘅希望。因此，我想以你嘅名義成立一個基金，讓更多身處困境嘅人，亦都能夠感受呢一份溫暖。後來，喬治捐出巨資成立咗華盛頓本陌生人愛心基金會，幫助咗好多需要援助嘅人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知，即使身處如同喬治咁樣嘅絕境，身陷困境，眾叛親離，人依然可以將困局視為轉機。正因為遠離世俗紛擾，佢反而得以潛心學習，為人生重啟鋪就道路。可見，只要內心足夠堅韌，任何逆境亦都可以化為生命重新開始嘅契機。